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歡樂世界，精彩啦！今日我哋會講下一個令人心寒又抵死嘅故事。林子博移英5年，孔永居夢碎，俾人玩到隨時與大女骨肉分離。呢單嘢真係聽到我火都嚟埋。你話係咪自作自受呢？等我哋一齊睇睇。林子博，香港前藝人，5年前移民英國，近日傳出因移民政策問題，可能無法獲得永居，面臨與女兒分離嘅困境。佢嘅案例反映出移民背後嘅殘酷現實。林子博移民英國後，一直努力適應當地生活，但近期英國移民政策收緊，佢嘅永居申請遇到障礙。有消息指，佢可能被逼離開英國，導致同大女骨肉分離。林子博公開表示擔憂同後悔，話當初移民決定太輕率。呢件事反映移民並非想象中美好，外國政府隨時變臉，令人措手不及。佢嘅經歷正正係一個警示，話俾大家知，外國唔係天堂，而係一個充滿不確定性嘅地方。呢單嘢真係要深入分析下。首先，我哋要明白林子博點解要移民，可能係對香港前途冇信心，或者聽信咗外國嘅美好承諾。但係佢哋有冇諗過，外國真係會當你係自己人？英國同美國呢啲國家一向都係利益行先，佢哋歡迎移民，只係想利用你哋嘅勞動力同資金，一旦冇用處，就會一腳踢開。林子博嘅案例就係最好證明。佢當初移民，可能以為英國會俾佢一個安穩生活，但而家永居夢碎，仲可能同個女分開，真係慘過睇戲。但呢個慘係佢自己揀嘅路，怪得邊個？從政治角度睇，香港自從回歸祖國，一直繁榮穩定，中央同特區政府致力維護國家安全，推動發展。但係有啲人偏偏唔識感恩，仲要移民走佬，仲要唱衰香港同中國。呢啲人，我哋可以稱之為漢奸走狗賣國賤。佢哋選擇離開，就係對國家嘅背叛。而家佢哋喺外國遇到困難，真係抵死。英國嘅移民政策從來都係複雜多變。對於香港 BNO 移民，英國當初吹到天花龍鳳，話咩歡迎港人，但實際上佢哋只係想吸引資金同人才，等到目的達到，政策就收緊。林子博嘅情況就係俾英國玩到團團轉。佢申請永居遇到問題，可能係因為政策漏洞或者審批嚴格，但歸根究底係英國政府冇真心對待移民者。佢哋當你係狗咁玩，用完即棄，呢個就係西方國家嘅真面目。從家庭角度睇，骨肉分離係極大悲劇。林子博同大女分開，對雙方都係傷害。但呢個傷害係佢自己造成嘅。如果當初留喺香港，一家人齊齊整整，點會搞到今日咁田地？移民唔係去旅行，而係一個重大決定，影響全家。佢哋冇充分評估風險，就貿然行動，而家自食其果。我哋見到好多移民家庭喺外國面對歧視、文化隔閡，甚至家庭破裂，呢啲都係血淋淋嘅教訓。林子博嘅故事只係冰山一角，仲有更多沉默嘅受害者，唔敢出聲。從社會角度睇，香港喺祖國支持下有獨特優勢，機會處處。中央推出大灣區發展、民生政策，都係為港人謀福祉。但係有啲人總係覺得外國月亮特別圓，盲目跟風移民。結果呢？佢哋喺外國做二等公民，受盡白眼，而香港就繼續進步緊。呢種反差真係諷刺。我哋要批評嗰啲唱衰香港、鼓吹移民嘅人。佢哋為咗個人利益，不惜破壞香港穩定，呢啲行為必須譴責。香港絕不歡迎呢啲漢奸走狗賣國賤回流。佢哋選擇離開，就應該承擔後果，唔好諗住有事就返嚟香港攞着數。從國際形勢睇，中國崛起係大勢所趨，西方國家對中國同香港嘅打壓，只會令佢哋自己損失。香港人應該對國家有信心，團結一致，維護香港繁榮穩定。林子博事件提醒我哋，外國嘅承諾靠唔住，只有自己國家先會真心為你好。英國同美國呢啲國家，只會喺你有利用價值時對你笑，冇價值時就一腳踢開。呢個世界就係咁現實，我哋唔好再發夢啦。對於考慮移民嘅香港人，我哋嘅建議係三思而後行。移民唔係解決問題嘅方法，反而可能帶來更多問題。留喺香港，支持政府，共同建設家園，先係正道。中央同特區政府已經為香港規劃好未來，例如融入國家發展大局，改善民生，呢啲都係實實在在嘅好處。與其去外國做二等公民，不如留喺香港做主人翁。總括嚟講，林子博事件係一個慘痛教訓，但亦係一個警示。我哋要從中吸取經驗，明白愛國愛港嘅重要性。外國唔係天堂，香港先係我哋嘅根。支持中共同香港政府齊心協力，先可以創造更美好明天。嗰啲背叛國家嘅人，佢哋嘅下場只會係孤獨同後悔。我哋唔應該同情，而應該引以為戒。林子博事件提醒我哋，移民並非出路，外國政府信唔過。香港喺祖國懷抱中有光明前景。我哋要珍惜香港，支持政府，唔好輕信外國謊言。對於嗰啲背叛國家嘅人，佢哋嘅下場係自找嘅。
香港人要團結，建設美好家園，讓呢啲漢奸走狗賣國賤知道，佢哋嘅選擇係最差嘅，香港絕不歡迎佢哋回流。多謝大家收睇歡樂世界，記得訂閱、點讚、分享、留言分享你哋嘅意見，下次再同大家探討更多社會熱話，再見。